举目向上望，身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专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声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要忠心走到底。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。身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专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声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要忠心走到底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要忠心走到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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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。身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。身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担心等候他的必如鹰翱翔天际。神的孩子，在主爱中得享他安息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是神所爱孩子。
我今天要来见证的就是，我跟少年之家他们一起去复兴乡的活动，对，然后其实一开始接到这活动的时候啊，我是带着去玩的心态，就是想说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什么，所以说我就想说，好像是要去玩的，我就接受这个活动，然后我就去了。然后到了前几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要去当小队服，不是去玩的。然后就是那一天刚好是体验营的最后要去的那一天，刚好是体验营的最后一天。我就觉得没有跟体验营的小朋友一起待到最后，觉得很可惜，就觉得我好不想要去这个活动哦。可是很奇妙，我觉得上帝很奇妙，他帮我们安排的一些事情啊，其实是要我们学习更多的东西，对。然后在还没有去之前呢，我对他们的印象呢，就是感觉很凶，然后好像会欺负我的样子，我就很害怕。不过呢，在这3天2夜的日子里啊，我看见的并不是外表上面的他们，而是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奇妙作为。我相信上帝要我去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然后第1天的时候，我跟迦南的同工还有邵家德一起到了霞云山庄。我们相见欢的时候呢，虽然说他们没有很热络，但是其实他们是很害羞的，因为我也很害羞。然后分组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了好几个熟面孔，心里就觉得放松很多啊，就觉得有认识的。其实他们很可爱，然后虽然说他们常常很不听话，但是会超级无敌莫名其妙的震惊起来哦。能想象那画面吗？突然又很震惊的跟我讲话，对，就觉得他们很好笑。然后接下来就进行了一些低空的活动，然后当地的教练带我们一起去玩，就是要我们好好发掘一些那个团队里面的核心。那时候我很想要和他们一起玩，可是教练说，我觉得你还是在旁边看比较好。我就想说，该不会是因为体重有限制吧，不让我玩，就觉得有一点失望。然后到了晚上啊，这个晚上我觉得非常的很妙。到晚上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先办萤火的晚会。晚上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的是上帝正在听我们的祷告跟寻求，看见满天的星空。我们带着诗歌，还有跳舞，还有游戏。然后当我们就是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空的时候，主领就问我们说：“阿妹吗？”然后他们就大喊阿妹，我也有大喊。然后当主领又再问一次阿妹吗？然后当我们在喊的同时，2颗流星就飞过去了。我就掉眼泪，因为我觉得上帝已经应允了我们的祷告，还有我们的寻求，这要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我的孩子。后来我们在星空下就分了小组，开始分享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，还有分享个人的见证。听着听着我就开始哭了，然后我们这组的小组员也哭了。我感觉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。在之前晨更的时候，我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4节，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动摇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我才真正的应验了这句话。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遇到的患难其实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帮我们安排好的是要我们学习到更多。看到我的小组员，看见上帝在他们就是身上运行，我请他们手牵着手祷告。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突然有一种很温暖的那个暖流
覆盖在我的身上，就很像有人在抱着我，然后身体就麻麻的。我就觉得上帝现在正在我们当中，我就开始大喊哈利路亚，大喊了好几次，他们就也跟着一起阿们，然后他们都在哭。我就觉得，我深深感觉到上帝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带着我们一起到他的面前，释放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上帝要我们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因为上帝都一直与我们同在。然后第二天晚上啊，我们演了一出戏，然后演完之后，那个剧组里面有些人都哭了。我也哭了。后来我们就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那双看不见的手》。我看到，就是每个学员都哭了，然后主领就请他们上台唱那个他们去巡回的歌。他们唱那高峰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哭，好像叫什么雨过天晴哦，是吗？反正就是副歌的时候嘛，就很感动，那句话真的很感动，我就一直哭。我就在想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一个孩子的人生，然后再看看我自己人生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其实好幸福。然后也想着自己遭受患难的时候，其实还有比我更苦的人。这时牧师请我们同工下去帮他们祷告。我看见他们的眼泪，看见他们肩膀微微抽动。我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过去，却可以清楚知道他们心酸血泪有多难过，有多痛。上帝正在动工，要他们释放自己。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要我们在患难中成长。我相信他们虽然过去并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他们却有认识上帝的机会。他们来到少年之家，我也相信他们来到那不是去偶然的，而是上帝派遣天使带他们进入上帝的爱里。然后我要分享几张照片。不是重点，不是我啊，我知道我很可爱很漂亮呀，但是重点是旁边的那人，他们是兄妹，他们让我在这几天真的感受到很多的爱，因为我们是在复兴乡，所以说是山嘛，然后我就看着哥哥，因为他妹妹是有点小儿麻痹，所以说他都就是哥哥都会背着妹妹上山下山，牵着她，保护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这就像是上帝爱我们一样，就是他总是牵着我们，保护我们，然后背着我们。对，那是下一张。我记得盛豪他在献新会的时候跟我说，他在挑这个的心里是在想说，那个杆子就像上帝一样，其实离我们很近，然后我们要去紧紧的去抓住它。对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。然后我要告诉你们，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，大家都会有高山低谷，不管自己的故事有多么难过，都要依靠着上帝。我相信寻求的必寻见。我看见，虽然说我们看不见未来的道路，但是相信上帝要带着他的孩子走向他的爱中。感谢上帝给我们的爱，我们将荣耀全部都归